第二个消息来看，一个犯强盗案的男性江玉贤，伫新竹坐监的时阵，因为破病，通好保外就医，也毋过伊人煞偷偷走去。顶个月，搁伫咧桃园继续来犯案。即马新竹家甲甲地检署是受人质疑拢放外挂，也那地检署呢表示讲，其实有照庭事咧处理。新竹家甲是回应讲，已经全面来检讨改善。顶个月伫咧桃园龟山的汽车旅馆，连续2天发生2件性侵甲强盗的案件。 警方接到报案，锁定涉案的查甫人江玉贤。结果一个查落，发现伊是因为破病，互批准保外就医的当刑犯。女生的朋友一直都没有等到他，然后赶快就是请我们协助，那我们就跟着我们防务人员一起上楼查看，那发现他有被捆绑，避免他的下肢瘫痪所以我们就会承包保外医治，然后他就获准，然后11月4号的时候就保外。 然后进行开刀手术，跟一系列的抗生素的疗程跟复健。本地爱伫新竹监狱服刑的受刑人，煞会当拍走。江玉贤因为犯强盗顶罪，被判19年8个月。1813年11月份，被批准保外就医的时阵，伊的刑期还阁剩4年6个月。后来因为身体有较改善，监狱这边发文通知伊6月初3去地检署报到。不过落尾手伊煞无倒来监狱，含且新竹地检署以权责传唤。 躯体或者是通缉，想袂到6月21甲22，伊搁一届犯刑案。22暗时去桃园警方抓起来，不只个新竹监狱甲新竹地检署嘛去互质疑，讲受刑人伫咧逃亡了后，并无积极的作为，造成2个查某人无辜受害。对于他不知道珍惜国家给他这种医疗照顾的机会而且没有悔悟的跟自重的一个他那个心态再犯我们觉得很谴责他。 针对当刑犯无按规定倒去监狱，甚至佫牵涉刑案，新竹监狱表示遗憾，嘛讲会全面检讨，改善保外就医监督甲管理，落实相关动态防诈的机制，加强掌握保外就医犯人伫咧外口的情形，而且即时处理，避免类似的情形佫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